欢迎收看《代志挂大条》，我是杨淑晴。这集咱做伙来关心台湾艺术。前一阵仔因为疫情紧张，真侪所在，包括艺术表演甲展览的场馆，也无法度完全开放，就转来线顶发展。毋过，亲像美术展览这种较静态的活动，敢有适合伫网络呈现？有啥物款的优势甲缺点？咱就缀着记者的脚步来台中看中台湾的文化艺术界安怎应变，也佫提出啥物款的想法甲规划。无共色彩做墨画，展现疫情下的社会，也有用复合美材展现那亲像观音自在的面貌。台中市当代艺术家联合展览，今年第23年举办，对油画、水彩、工艺等等11项种类300多件作品。参展的艺术家拢至少伫咧全国性美展得过前3名。今年随往当着疫情，作品量算是有史以来上侪的一届。今年都创新高，等于是咱台中市所有艺术家的精英集合起来。讲实在，你安尼一看，你就知影讲咱台中市的美术的发展的现况，大概拢全啊，20岁到90岁，这八世代拢侪啊。这段时间正讲无议量啦，伫厝拢毋知要创啥啦，心情嘛拢变调的。我是要知影因的构图，我家己。嘛爱找到家己的画风啊！就算疫情期间有线顶展览的服务，不过民众有时较介意亲身去现场欣赏。疫情致使展览形态转变，面对资本消费性比较较低的静态型展览，要安怎互观众伫咧线顶的世界加停留一寡时间，也是艺术单位爱重新思考的。我想无任何做艺术的人希望伊的作品是为着咧。网络顶头来呈现啦，咱会当参考人欧洲这美术馆，你像罗浮宫也是英国的国家艺廊，伊甘愿开较侪钱，翕无较清楚咧。咱的速度伤紧，互人若咧网络看作品，会当好好咧迄个作品的头前看足久的。这个疫情对咱台中市的发展其实嘛是影响真大除了讲艺术家的作品的精进质量上。有提高了后咱这个线上的作品拢家留落来记录，这个永远就是放伫阮这个网站艺术家的这个知名度啦等到嘛是足有帮助。推测是甲艺术相关的静态展，台中市文化中心除了办大型主题联展、邀请展、甲竞赛类的美展，也有国内唯一以联想甲创意做主题的全国性儿童美术竞赛，就希望艺术的种子对细汉开始。对地方到国家级美术馆也同款坚持这款的信念。馆长刘英辉表示，互地方更较了解艺术家，也有因的作品，互艺术、甲生活、甲土地连结，对中部开始上适合。中部县市结合之后呢，就中央跟地方都能够结合在一起，而且美术这个典藏的部分呢，我们国美馆现在13000多件，我们希望把这些作品是当地的艺术家的，我们就到他们县市去展览。现在就是要爬书他们5个县市爬出他的典藏作品，有哪些类别？爬出来之后，中部的部分我们就会分类别呢来进行这个整合跟展览。刘英辉强调，国美馆就是台湾艺术家的厝，期待透过多元领域甲无围墙美术馆的概念，互平面的展览会当下界来合作，对诗、对交响乐团，又有对各种艺术的结合，互艺术家一生创作的心血在地化，达到全面艺术的目标。记者阿敏珍、陈保罗台北、台中报道。头拄则咱讲到中部的艺术发展，要加强甲乡土的连接，甲当地艺术家小解和民众。最近国立台湾美术馆的专工体台湾战后头一代的抒情画家陈英辉办90岁展览。这位台湾美术史上重要的艺术家，一生拢咧画油画，为写实、抽象到落尾发展出伊家己的风格，做伙来欣赏伊的艺术世界。白色的厝体用色丰富，线条甲色彩中好孩阁有层次。这是战后第一代油画家陈英辉1959年画的街景。
青金金的山岭，看到日头光照入来，也有显白的树身线条。700嘉义公园，陈英辉话就是伊的故乡嘉义。我那阵我哪有人会真写实的啦，有人就我变形的啦，有人有抽象的啦，我哪有啦。当然，到即摆抽象，到即摆写实，又搁无啥共款。战后的台湾画坛受现代甲真画主义的影响，陈英辉的画风渐渐对美术学院的印象主义转做抽象。1975年了后，伊的抽象就已经发展出伊家己的特色出来。咱无就去解说讲伊是毋是野兽主义啦，吼，也是立体的主义啊啥。伊迄个物件已经结合着一寡咱讲表现主义啦、吼象征主义啦。吼。未少看过陈英辉作品的人，拢形容伊的图是无声的音乐，在咧线条的律动甲色彩结合的节奏内底，听到美妙的乐章，有淡薄仔神秘，不过介有灵性。它的画面旁边就有一些小小的东西，看起来其实是很可爱。你可能要看久一点，或者是看你要站远一点、近一点才看得出来。他想要就是在打他的作品名称，才知道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你唔是用你的目睭在看尔，你的身体吼，你身体其他的器官啊，你也随着伊迄线条吼，走到那个画面内底，老师去描绘迄个世界啊，有的是梦境，有的是文学，有的是诗意。陈英辉最近10档的创作，无搁再有具体的展现，伊甲真实的风景转化做抽象的意境，像这把万峦叠起，就是伊80岁画，简单用几条简单的线条，就甲山脉气势搞出来，对比强烈的红甲乌，透过整个画面，背景灿蓝。朴色甲白色，通看出轻松甲温暖，也反映陈英辉心内恬静甲世界无争的境界。艺术是和平的啦，你讲爱画什么款的，你就是画什么款的，无需要去甲人学。不求完美，可是心里是完美的，可是形象展现出来的是一种不完美中的最完美。为着向前辈艺术家致敬。国家美术馆在疫情期间唔惊艰难，用7个月的时间，扣陈英辉150多幅图，替伊办这场叫“处色复形，写上传神”的展览。相信陈英辉超过70年的艺术能量，已经深深留伫咱的心肝影仔。记者民警陈保罗台中报道。陈英辉伫战后台湾抽象画大出的时代。豆豆探索，正做战后头一代抒情抽象画家，背后捌甲参加过画家有吴学忠、廖继春等人。若甲伊结婚60档的牵手，同款是画家的杨淑珍女士，也是一路行来互相扶持成长的力量。做伙来看因的故事。为着爱艺术啊。爱画图吼，爱画图你无是嘛不要紧啊。今年91岁，陈英辉画超过70档的油画，一句爱画图，要死嘛无要紧，说尽伊对艺术的热爱。伊讲一句话，就是讲你挖一个井吼，干那袂使讲挖一个挖无都一直挖，你就是要一个井一直挖到底，一定会有水。伊理念是安尼啦。陈英辉1931年出世伫咧嘉义鹿草，18岁对水墨画家吴学忠学画，20岁考调当时要叫做台湾省立师范学院的艺术科，对廖继春、马碧水甲林成荣等人学画。26岁就入选台中美展甲省展，27岁开始伫咧师范学院艺术科做助理教师，过来伫咧中国文化学院的美术系做副教授。1995年因为肝炎退休，驾册甲38年，伫咧这期间得过真侪奖项。为着鼓励师大美术系学生创作，伊也把退休金捐出来，做陈英辉油画创作奖的基金。非常亲切的前辈，而他对于后辈真的是不吝指导，然后在对当代的一个影响力，我觉得他很谦虚，也许不知道是受过什么特别良好的教育，他自己有一种
谦虚也好，也是自卑也好。他说他好像只有画画，其他一无长处。继后陈金辉60年的杨淑珍兼陈金辉8岁，其实伊也真爱画油画。伊伫咧高三要考师大美术系时阵，互廖继春、小介去对陈金辉学画，两人全画出感情，交往同外结婚。这把色彩温暖、充满爱的油画，就通看出陈金辉结婚9年、40岁做爸爸的心情。很兴奋的。不过，囡仔都入到土地边上，也袂当甲领出来啊。等下出来，我就马上就甲画一张倒立门床顶的。因为我们2个都是出身贫寒，家境都不很富裕，所以刻苦耐劳，这个是我们的基本精神。也没有觉得很苦啊，伊的公好像很委屈啊，很委屈我公不会啦，我觉得甘之如饴啊，就这样一天过一天呢。我真感谢拢无变心。你无变心就真好啊，跟我变心。你较爱艺术还是较爱淑珍小姐？当然是淑珍小姐。60年来发现到伊的重要性。陈金辉甲杨淑珍就那像艺术界的神雕侠侣，伫咧色彩中扶持，两人全世界行透透，也用画笔甲这寡对世界和平、教育平等，也鼓舞对艺术的信念画落来。陈金辉谦虚讲家己简单是一位画家，毋过咱对伊的艺术已经通看见，伊是实实在在美术甲生命价值的实践者。记者免进陈保罗台中报道。兴母啊，有的所在伊画就大声的，有的所在画就优秀的。你看久哦，你就知影讲迄就是无共款民族的人，因心目中的兴母。欢迎登来代志挂大条。台湾美术是啥？伫真侪人的心目中，可能有一个大基本。若个讲到看艺术展览，到底有啥美感需要注意？今日咱邀请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助理教授刘碧玉来甲咱做伙分享，欢迎。苏晴，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咱头先有看到刘教授啊，今年甲咱台北艺术大学的博物馆研究所的副教授廖仁义做伙来规划一个陈金辉画家90岁的一个个人展览，是会使请请你甲咱小解讲这个展览伊规划方向是啥物吗？这个展览实在足难得的，因为呢，咱陈金辉大师已经91岁，这是伊头一摆伫咱的国家的美术馆有一个个展这实在讲是无简单的代志这嘛爱感谢咱即马新就任的这个国家美术馆的梁永斐馆长伊发觉讲咱台湾的资深的艺术家拢无机会互大家看到所以伊感觉讲袂使安尼咱这个艺术家年岁愈来愈大咱来趁因佫会使去互大家熟悉的时阵紧互大家看到。陈金辉老师已经91岁伊开始为大学毕业了后已经有70几年的创作的时间这70几年阮就开始甲伊研究甲伊分伊每一个阶段一个伊的每一个阶段上厉害、上特色的所在阮有一个大的主题，就是取色复形、色相传神内底佫分7个小的主题来介绍咱陈金辉老师。是用伊家己的创作过程落去分类安尼吗？是。所以伊创作70档的这个过程内底，差不多有偌济作品你会整理的时阵？阮即届整理差不多展出有150件。事实上老师有2000多件的作品但是咱知影咱的美术馆的空间有限，阮阁只有阮时间足紧张的，阮只有半年的时间来准备所以呢，阮即届只会使选出150件来展出。咱讲到咱咧欣赏画作的时阵足侪人会惊讲，我敢若看无呢，所以教授敢会使甲咱分享讲，咱咧欣赏画作的时阵，敢有啥物美感？其实我嘛要伫遮甲咱大家观众朋友报告咱其实去美术馆也是咧去看到艺术作品其实免伤烦恼，也免紧张
聋影较紧张，看艺术袂紧张。咱去美术馆咱看到一个作品。作品边有一个刷面的牌仔，其实这刷面的牌仔最重要的哦。为虾米呢？因为这刷面的牌仔顶头伊会甲咱介绍，这个艺术家伊叫啥物名，伊啥物时阵开始做这作品，啥物时阵完成，伊用啥物材料。这就真趣味啊！因为这个艺术家可能甲咱本身迄种的年代无共款咱就会知影为即个艺术家伊的出世伊活动的时间咱就会知影讲迄当阵伊看到的玉山是安怎，伊看的这风景是安怎伊会表达伊家己的迄种心情，伊的看法。所以我伫遮就要甲咱观众朋友报告，就是讲，这是一个真趣味的即个过程其实作品是会使透过即个刷面的牌仔甲你有一个上初步的即种了解。我分享一个我家己去看画展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嘛是手机摕起来先翕，但是我边仔的朋友就甲我阻止，伊讲莫翕。你先感受，即个画作互你啥物款的感觉？因为伊的观点是讲，你若对即个作品有感受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啊。这是另外一个思考的方式嘛。其实我拄仔讲的是一个方式，拄仔呢，你拄仔讲的思考即个方式嘛是一个方式先莫看牌啊，咱先看作品咱先看作品，比如讲伊画一个查某囡仔。恁会想讲，是安那伊迄个查某囡仔面画甲乌乌，毋是亲像咱一般白白。你着看，你会好奇，再去看伊的说明牌仔，你着知影讲，原来伊是要做这。有当时伊画一个山，即个山可能也是一个风景。你去过你就感觉对，即个所在，我感觉我去过我看的嘛是安尼你搁去看迄说明牌你就讲我甲即个艺术家阮的心情是共款的，安尼嘛是一种趣味这老师你讲到说明牌的话，你会使去了解到迄个作者伊可能当时创作的心情，还是讲伊出生的年代，这甲伊的作品敢有啥物款的关联呢？当然咱想讲咱20岁时阵咱看一项代志有即个看法，但是呢，咱若40岁时阵，咱有不同看法。比如讲，咱即下呢，咱看一个物件，咱有即个物件的看法，但是咱爸爸妈妈因看物件嘛有看物件的看法所以艺术作品咱就会使看到这个艺术家，伊是不同的年代伊是生长在什么样的时期伊看的心情是安怎所以伊会传达出就是无共款我讲一个笑亏代志互你听常常因为我研究的关系我常常爱去欧洲那欧洲咱知影迄是基督教嘛伊咱想讲是毋是拢是基督教才会使看有？其实无看到迄种趣味。你知影迄圣母有诶所在伊画足大声诶，有诶所在画足优秀诶。你看久你就知影讲迄就是无共款民族诶人，因心目中诶圣母所以因会表现出来就无拢无共款。这嘛我感觉足趣味足好耍诶。会当对伊的画作内底去观察到因的民族性，也是迄个文化，因接触到的物件是啥物？系搁一点咱会讲咱足侪画家伊会画迄水果有无？咱台湾艺术家，你会看，你去西洋你看西方的艺术家，因袂画往来，袂画迄种的香蕉，嘛袂画迄种山野。因遐无热带水果吗？会因生活中无遮的物件。对但是咱有所以咱看起来感觉足清澈的，这就是一个特色。咱这个艺术品敢会使算是一种记录，反映着因迄当时迄个时代有人是即种讲法。其实是安尼咱若为即个艺术的发展的历史因为咱即马有足侪技师，咱有录影机，咱有翕相机，咱有足侪物件会使记录，但是记录啦但是以早的人无即个机会无即个机会去记录，所以因拢用画出来。所以我常常咧鼓励我的学生，甲我的朋友，搁我即马要甲咱观众朋友报告咱若出国去佚佗但是咱伫台湾旅游的时阵其实上重要，咱要实在一个所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伊的上水的、上赞的历史甲文化，就是爱行入去美术馆，因为咱画家就是
结合的吼，融合了这历史啊文化啊，佮伊家己个人的经验吼，来融合在一起，所以这是最重要的。若佮讲到啊，其实咧做学生的时阵啊，其实普妹啊会认捌到咱即个西洋大师级因的画作遐画家，但是若要讲到咱台湾本土的即个画家，敢若就无介清楚。这敢会是目前咱咧重建台湾艺术史一项真重要的原因。其实吼，当咱重建台湾美术史吼，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以早吼，咱咧看咱的艺术史吼，咱有足侪不同的观点。啊，即个不同的观点吼，产生了后吼，除了做研究吼，阮遮学者做研究了后，啊，上重要嘛是爱互咱观众朋友看到艺术作品，因为作品是实体，伊毋是伫册内底，伊是活生生的，是一个实体，所以咱爱看到。啊，看到咱才有记忆，才会记会牢，啊，所以咱才会熟悉咱的家己的艺术家。所以老师你头才讲到，要互咱的朋友熟悉咱的国家的话，会使带去美术馆。啊，咱若来台湾，带去美术馆，敢有共款的效果？有啊，啊，只是吼，足可惜的是吼，我的外国朋友来啊，啊，因嘛是讲啊，配合，你会使带我去看恁台湾上厉害的艺术家无？吼，艺术作品哦。但是啊，我吼规台湾走透透啊，吼为台北啊、台中啊、高雄，都无机会通好看到咱台湾的艺术家，吼较少看到。啊，即个问题吼，我嘛是伫遮吼，要甲大家说明，就是讲，其实吼，咱伫国外，为虾米咱国外人因对因家己的艺术家遮尔了解吼？咱规囡仔都拢知影吼，就是因为因有固定的展览，啊，阮华语就讲有常设展，啊，所以即个常设展是最重要。啊，即可惜吼，咱即马吼，美术馆爱较加油的，因为咱若无做常设展吼。啊，咱一直讲啊，艺术最重要，最重要，咱的台湾艺术家最重要。但是咱看无，咱若看无，就无机会，互咱家己熟悉。咱嘛无机会，就刚刚甲外国朋友讲，这是阮台湾最赞的，吼，最厉害的艺术家。咱有收藏咱台湾本土艺术家的作品，但是咱嘛希望讲伊有机会当定展出，和民众加熟悉、加接触，都有机会来认捌。即阵啊，因为网络真时行，所以有真侪少年朋友去看展览的时阵，其实会用翕相传去网络顶安尼。教授你安怎来看这个现象呢？我感觉安尼真古锥啊，因为吼，我感觉网络吼是一个真好的宣传的方式。啊吼，这就是要鼓励咱的民众啊，不管是少年囡仔，还是阿公阿嬷，大家拢会使去欣赏艺术啊，因为艺术足古锥的啊，足趣味的啊吼，啊所以呢，大家会使用迄相机吼，给翕起来，啊传到这个网络上去哦。我感觉安尼真好啊，算是正面的宣传效果就对了。所以像艺术创作，除了讲咱即个科技会带动咱翕相起哩，其实咱的所谓科技嘛，互咱的即个艺术创作的形式变作多元的。这敢嘛是互大家对创作还是艺术这项代志的记忆搁较活。是啊，伊即个机会吼较济，都为不同的媒体啊、不同的管道，咱会使实在着咱的艺术。我嘛定定想讲，可能吼，阮遮教册啊，较努力的吼，较甘巴地的吼。为虾米？因为我感觉，逐个人都想着讲艺术咯，就会安尼会惊，就感觉啊歹势。其实吼，艺术是足自然代志。事情你想看觅啊？你自细汉啊，你还袂晓讲话的时阵，你是毋是会摕笔就开始咧画图？其实画图就是一个足简单的代志啊。所以咱莫想讲吼，艺术作品放喺美术馆了后，就是一个敢若咱着爱安尼惊吼啊歹势的代志。其实咱免有即种心情，因为大家其实拢会晓画一个啊。尤其咱身躯边，其实咱市立国立的美术馆足侪，就伫咱的身躯边，咱会使随时行入去看一个嘛，免歹势。是啊。鼓励大家加行去咱的美术馆欣赏。今日嘛非常感谢佩乔教授来节目中甲咱分享艺术这件代志。感谢大家，嘛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礼拜再会。迄阵啊，是社团吼，你若有大学生参加吼，对因来讲吼，即个社团若出阵的时候有风。一寡人因拢会伫厝看电视，因袂较袂讲像较早安尼，即个民间的表演是真主要的即种迄个娱乐。